灵芝，总算是我找到啊！这个灵芝，若是有配好食咯，伊的身体就会好起来啊！陈文琪啊，你对董斌好实在有够好哦。但伊对我嘛真好啊，拢是我的运气，去害着伊的身体愈来愈虚。万一好我活落去，安尼才袂互人讲咱做鬼的敢若会害人。我希望以后我莫搁再假做秋香的身份，会当用我家己的身份，甲伊真心相爱。会啦，你这么爱伊，早晚伊会受到你的感动。也毋过，即马互陆游知影，是我甲配好斗阵。虽然伊顶届请来迄个道士，毋是我的对手，不过以后陆游的个性，伊绝对会搁再想办法来甲我抢配好。你想要创啥？你讲互董斌好食灵芝要创啥？规气将伊变做鬼，那安尼就无人会当甲你拆煞。你若是不忍心下手，互我来。你毋捌真正爱过，你毋知影。爱一个人，我会甘愿为伊牺牲一切。咱袂遐尔自私，害伊甲咱同款，做一个孤魂野鬼啊！灵芝予我。相公，这是千年的灵芝呢，我真无简单才找到的。你若食了吼，对你的身体一定做好的，真的。蔡文姑娘，你照顾我一段时间，我真感激你。你哪会知影？我毋是秋香。你伫我甲秋香身份顶藏下法，地空大师已经替阮解读啊。你免惊啦。地空大师无伫遮，秋香已经甲你的代志甲我讲。既然安尼，你应该知影，我对你是一片痴情。彩云姑娘，请你注重，我爱的是秋香。搁再讲，地空大师慈悲为怀，伊命令我苦劝你，唔通搁再进下步。伊会度化你，前往西方的极乐世界。迄个和尚，伊变哪会知影，啥物叫做真情真爱？你莫听伊黑白讲，我甲何如又无共。我袂去怨妒秋香，我颠倒会甲秋香同款，愿意为你付出一切。相公，我也希望会当得到你对秋香的爱，好不好？我讲过。咱是无可能。你莫遐尼着急规作我，我会予你时间，咱会当慢慢培养感情啊。我爱是秋香，我无可能去爱别人。你莫搁讲啊！哼，你会当娶何如玉，搁去爱秋香，是安怎偏偏对我都无情无义咧？好，既然安尼，我也无必要。搁再对你软心啊！我即马都予你死，将你的魂魄永远留在我的身躯边。原来有佛门的法器在保护你，我怪你唔听我的话，臭和尚，是你甲我作对。好。我就来去看卖，看你有啥物通天的本事。哼！蔡可能。秋香，你已经死鬼啊！搁定定念啥物经？叫遐臭和尚出来！你唔通搁一昧不我，也是甲我斗阵老谈者接受地空大师的度化。哼！
帝空是算啥？伊凭啥要疼诉我甲匹夫？我知影，一定是你，是你叫伊来对付我死。你假是讲有迄草花香，就会当保护你平安无代志？好，我先去甲迄草花香除掉，再来对付你。阿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卖啰嗦！小红，小红，小红爱无听。阿弥陀佛，认真，我再讲你一遍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卖电话啰啰嗦嗦，我嘛要问你，你做你的花香，我做我的孤魂野鬼，你是安怎硬要跳转我甲唐伯虎咧？人鬼殊途，阴阳两气，你不应该搁再流乱人间，更加不应该爱为着唐伯虎要取伊死命。假使我唔答应，明正就要出手将你收下，以免搁再祸害人间。谁收是谁，也讲唔知咧。地空大师，感谢你安尼解救阮唐家，度过这一切苦厄。你的大恩大德，唐家的子孙永远袂甲你放袂记的。解救众生的苦难，乃是出家人的责任。诸位施主，唔免道理啊！地方大师，地主有一个请求。你是不是想要去秋香施主最后一面？有何不可呢？多谢大师先传。秋香，秋香，相公，相公，多谢你来看我，我差一点都袂记我家是阴魂，袂当接近你。我知我来看你，会妨碍到你的修行，也不过连最后一面拢无法度看你，我实在是袂放心。相公，我嘛就唔敢离开你，也不过咱已经是阴阳两隔，秋香袂当搁妨害你啊。相公，你答应秋香，爱好好为你身躯边的人活落去，伫画家上求进步。画出流芳百世的图。我会听你的话，好好活入去。不但伫我画艺上求进，我一定会流芳百世。而且我要甲你讲，我对你的爱会永远留伫我的心肝内。
相公，我已经足感激，感激天公伯啊，会当互咱熟悉，而且我阁得到你的真爱。这世人，我已经无遗憾啊。希望后世啊，咱会当搁再相会。相公，你甲你受秋香？有啦，请你莫怪我实在是无法度把秋香放袂去。相公，你误会啊啦！你甲秋香这段感情，我敢会袂了解是？是我想你，但无，恁即马嘛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这一切已经过去，秋香无怪，我嘛袂怪。我敢若希望秋香会当较早投胎转世去一个好人家，莫阁踩着一世人安尼咧受苦。大家拢对我这么好，不忍心责备我，我心肝内是足袂得过。经过一摆教训，我相信你也已经改过自新，你也对家己有信心，我会支持你。多谢相公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家后，好心。我会支持你。这是什么所在？我来伫遮，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？是要有我伫的，我无可能互你遐尔好过。你真莫帮我煞！要互大家知影，秋香是你害死的。我要互大家知影，你的心肝不要搁甲我斗。我来做这个梦。彩云姑娘，你唔通怪我凶。你知影秋香是我害死的，我只好牺牲你，才有法度保证我的幸福。你是讲，你将这张树烧掉，就会当甲我烧死？好路用，多谢你呢，多谢你甲我斗相共。若毋是你，凭我是无可能对付迄个臭花树的法律，恢复我的自由。既然我落来你的手头，你也唔免加讲话，你要抬就抬，为你指控大师，一定替我报仇。我要哪会甘抬你？要对付迄个臭花树，替小红报仇。我搁爱靠你甲我斗相共。过去我已经做真侪害人的代志，我无可能搁替你去害别人。你哪会遐尼戆哈？为着迄个臭花树来甲我作对？大师，你会当答应帮助我去对付迄个臭花树？我保证，你甲东北好两个人以后会当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绝对袂去搅了你。我暂唔相信，万一有一天，你若搁对背后高高低，也是讲害东家的人，那安尼，我永远都无法度弥补我所做的罪恶。伊免搁讲，你动手！你唔惊死？敢讲
你唔惊我去甲东北虎讲，害死秋香的人是你？你有够卑鄙！多谢你的讹落。假使东北虎若知影，害死心爱秋香的人是你，伊不但会甲你挂出东家，而且伊会怨恨你一世人哦。我甲佩好，真无简单，搁好好起，过着幸福日子。我求你，千万唔通甲这秘密讲出去。我答应你的是。臭灰熊，我用烈火来制小红。秋香，下暗天到10月转阴之时，也就是你投胎转世良机啊！多谢地公大师度化。系啊，东港结束。大师，现在是哦，无啥物啦。秋香，现在开始世间事拢甲你无关系啊！你好好听候，投胎转世了，千万唔通离开这个所在，也若无啊，是会大难临头。安尼有了解？秋香知影。奇怪，大师的面色哪会遐尔歹看？是毋是有大代志要发生啊？迄妖女，互大师用符印挂伫大树内底，即摆哪有可能向倒走去咧？大树上的佛印，去互一张火烧掉，这可能都是天意啊！大叔啊，那安尼就惨啊啦！啊，到时阵你的查某囝若搁传播，安尼是要怎啦？病症正是为着此事而来，附近有真重的阴气，这个阴魂一定秘伫个附近，等天暗的时阵，就会来作怪。